红立做全辅导学校的，阁有台东技术学院、明德大学、甲环球科技大学这3间学校，因为欠老师的薪水计共超过3亿，所以112学年度开始就全部停招，明年的7月30日开始停办。这嘛是教育部头一届宣布有几啊间学校做伙退场，有上千个学生囡仔需要安置，有200多个老师，阁有200多个职员防资遣。达芬林环球科大2年生产的同学，听到明年学校要停办，也烦恼未来若准媒合失败，才有可能放送去机构安置。学校表示讲，全校大概有500名学生未来需要爱家安排，也希望教育部会当替其中61名新中生找到适合的学校。如果真的学校倒的话，或怎么样的话，要去到别间学校，也不见得有那么多人力可以协助我。那61位同学，实际上讲有些线上同学是其他学校不收，我们就协调系主任跟老师把他这个接收下来了。所以真的很盼望教育部面临这些线上同学，那这个安排可能要花点心思。教育部初5召开私校退场审议会，包括环球科大、台东技术学院，也有明道大学，因为欠老师薪水上济欠超过3亿，要互教育部发几条界拢搬到改善。对112学年开始，必须要全部停止招生，而且伫明年7月30日停办。明道大学表示尊重，有学生听到是惊一跳。有点紧张啊，毕竟就是要突然从这个熟悉的环境跑到别的不熟悉的环境，就会觉得有点小小的紧张。教育部它有一个退场基金，会从他们接手之后开始发薪水。那么之前的欠薪2、3、4、5的欠薪，就会由原有的董事会来支付。另外，台东技术学院表示，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，不过尊重教育部的决定。学校甲董事会也讨论学校未来要处理的方向。这也是教育部头一届大规模和几多间学校退场，3间学校总共1120个学生爱家安排，212位教师，也有214位职员爱防资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文化部的新。